網傳男性自慰會導致脫髮，主要係兩個原因。第一個原因係自慰嗰陣時會增加雄激素嘅分泌，而雄激素又係導致男性脫髮嘅主要原因，所以自慰就會導致脫髮啦。第二咧就係自慰會耗損我哋嘅腎精或者腎氣，所以亦都會影響我哋嘅脫髮喎。呢個講法其實就唔係好謹慎嘅。首先，自慰對雄激素嘅影響其實十分之有限。研究顯示，自慰或者性行為之後咧，雄激素其實會短暫升高，但係好快就會回落返正常嘅水平，唔會長時間改變我哋雄激素嘅水平嘅。而且脫髮嘅關鍵就唔在乎雄激素嘅總量，而係毛囊對 DHT 嘅敏感性。所以呢個講法咧就明顯誇大咗自慰對生理嘅影響啦。同樣從中醫角度睇，只要唔係過度自慰，一般情況下對我哋嘅腎精腎氣嘅耗損其實都有限嘅。相反，適當嘅自慰可以保護我哋嘅前列腺，減輕我哋嘅情緒壓力，對我哋嘅健康有一定好處嘅。網上仲有一個講法話，禿頭嘅男士咧性慾同埋性功能較為強，因為佢哋嘅雄激素分泌更為旺盛。其實呢個講法都係誤傳嚟嘅啫。事實上，男性荷爾蒙嘅多少同性慾、性功能其實就冇絕對嘅關係嘅，亦都唔會因為男性荷爾蒙高就會導致禿頭。影響男性脫髮嘅原因其實有好多，例如遺傳啦、壓力、飲食、頭皮問題或者疾病等等。好多時候其實係多種原因同時造成嘅，好難單純歸咎於一個原因。所以有脫髮問題嗰陣時，最好就接受專業嘅診斷，揾出原因，對症治療，先可以有效解決問題㗎。